这是公视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IKO 今日透早开幕，由加拿大大桥去抗议，希望 IKO 从台湾来加入。希望中国和李明定得来甲因老百姓。中国公布符合规定，另外蔡金秋也已经失踪1年外，中国国台办也讲是去互中国抓起来。伫咧台南成功大学有学生去染到本土天狗热，而且是真罕见的第3型病毒。国际民航组织 IKO 大会只是透早正式开幕，台湾同款受到中国的打压，无法度参加。不过，有上百位伫加拿大的大桥，也到 IKO 总部大楼抗议，呼吁 IKO 爱互台湾来参加。另外，伫美国国会有41位无同款党派的总议员签名联署，互伊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因要来警告北京私自外交的政策，恐惊会危害9000万名旅客安全。IKO 总部大楼外口，上百名抗议者举着牌仔甲国旗，因块双股标语写着 IKO 无碰天空，台湾会当帮助，也画口号替台湾出声。不管是到亚洲还是到世界各地，就是我们有 1.75 million， 越来越多人搭飞机。那我们想要在民航这块贡献一些我们的经验。那是加拿大的台湾留学生来抗议，要真侪外籍人士来参加，最近声援台湾。I really hope that Taiwan gets recognized in the world for this organization and on all other aspects. Taiwan needs to keep strong and continue a democratic country, definitely. And I support Taiwan, and we should all support Taiwan. 第40届 IKO 大会，台湾今年搁互中国打压，因为政治因素，台湾无法度参加，那是对 IKO 或者是全球的会员，拢是一大损失。因为关系到全球会员，美国议员也来支持。美国国会41位跨党派议员最近联名，写配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联名背内面讲，伫咧中国压力之下 ，IKO 已经连续2届甲台湾排除在外，批评北京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若是不断国际社会得到来自台湾的贡献，也危害每年通过台北飞航情报区数千万旅客安全。我国的这个桃园机场在2018年的国际客运跟货运量呢，分别占全球第11名跟第5名最繁忙的机场。那台湾参与 IKO 的相关讨论也至为关切。对台湾极力争取参加 IKO， 中国国台办态度正强，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参加国际组织拢要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不过，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日本、法国、英国7个国家驻台机构今年拢表态支持台湾参加 IKO 大会，认为排除特定成员对会安不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NGO 人权工作者李明德，伊的老爸在顶个月来过身啊，伊的太太李静茹希望会当互李明德登到台湾，甲因老爸送。不过，中国也表明讲，申请是无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秋也风声讲，已经失踪1年2个月。中国国台办在今日证实讲，蔡金秋是违反法规，已经互中国抓起来。台湾 NGO 人权工作者李明德去中国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档，目前伫湖南赤沙加来服刑。伊的爸爸顶个月过身，妈妈甲因某李静茹2时去甲伊探望的时阵，希望讲会当申请倒来台湾，互伊送爸爸。不过，中国国台办伫9月25表示，互李明德申请倒来台湾送爸爸是无符合规定的。申请返台奔丧，那么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狱方也把详细情况告知家属。
李正如伫咧声明当中强调讲，李明泰当然嘛是希望会当得到当来送爸爸的权利，啊，毋过针对中国的答案，嘛是因早就知的。而且毋但李明泰去用关起来，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书嘛传出讲，共款用国安理由伫福州去用掠起来。现主事人已经失踪1年2个月，各台办嘛证实有这件代志，而且佫讲有通知家属。蔡金树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7月被大陆有关部门依法审查。大陆有关部门已经通知了蔡金树的家属不存在一些媒体制造所谓失联的问题。今年60岁，蔡金书推塞两岸交流20多天，说起中国又涉嫌伫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代志，互关到紧。海基会进前公布，这3年台湾人伫中国失踪有67件是完全无消息。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无通报的数量可能更较侪。两岸虽然有签共同打击犯罪，还有司法合作的协议，啊，毋过因为双方的关系渐渐变歹，中国无愿意放消息，台湾的政府嘛真歹掌握着状况。他要做的应该不是只有通知家属，他也应该要告知我国的政府，到底现在在中国有多少的台湾人是被他关押起来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可能是想要去影响我们的选举的结果，但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的选民更应该要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陆委会是强调讲，已经向中国来表达李明泰家属的诉求，希望中国会当看伫人道的考虑来注重这件代志。另外，嘛已经联络蔡金书的家属，要求中国针对伊先去用关起来所犯的罪名，还有司法定书进度等等，赶紧来说明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日透早也举行联合反登陆作战的操演，隆重发射出炮弹1100多粒。虽然咱伫咧演练，中国官方也宣布讲，中国自主研发的两栖攻击舰举行落水仪式。咱国防部也强调讲，已经有掌握相关的资讯，绝对袂放中国解放军过来台湾。国军伫咧透早5点半伫金门后湖海沙堡举办联合反登陆作战的操演，各将火炮做伙发射，模拟敌军军团集合有登陆的企图。我军伫咧防线用8寸的榴炮、155加农炮等等各种火炮开始反击，气势十足。我真的超级无敌震撼，就是跟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以前都是在电视上面看，然后现在终于亲临现场。除了各种榴炮、M6 和 A3 战车嘛，加入去反击作战的演练，总共达1100多发的枪支，成功阻挡敌军登陆。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开设联合作战指挥所，用联合作战指挥的概念，指挥炮兵、步兵、装甲兵共同来实施这个联合反登陆作战。而且，就伫咧台湾金防部实施联合反登陆操演的时阵，中国官方媒体嘛宣布，中国第一架自主研究的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再去举办落水仪式，而且佫讲有更较强的两栖作战甲登陆的能力。对这个代志，为立委烦恼讲未来敢是会对台海安全造成威胁。你们有没有算过，他如果假设集结出海到台湾，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我也是问他从大陆东南亚对，到台湾，对啊，所以我们不会让他过来。国防部长严德发强调，讲国军已经掌握相关的消息，中国这只军舰的航速差不多是25节，但是对中国到台湾规个运作可能需要1天的时间，而且中国已经是3天2夜就来甲台湾放掉。不过台湾制造的海强3舰载防空飞弹，明年初嘛进行海上实弹试射，提升我军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真关心总统蔡英文要选举副手是谁呢？蔡偌配敢会成呢？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主动向赖清德讲合作。蔡总统今仔是无加讲啥，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尊重总统，支持者拢希望因会当团结。另外，民进党总统的党内初选有甲郭文哲放入去。不过，郭文哲落尾无来选，也引起赖清德阵营的抗议。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也亲身来甲因会实的啊。总统是不是跟赖院长通过电话了？总统蔡英文定期控制控连任，今麦传出蔡总统再度主动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达合作的意愿，嘛和呼声真久的蔡偌配出现希望。副总统的人选要尊重总统，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支持者都希望能够好好团结合作。那要怎么样做？要看2个人的智慧。其实副总统的人选到11月都还来得及啊！民进党是执政党。我认为不必在这个时候就亮底牌，
大清朝的驻地兵林俊田透露，目前也无收到来自蔡总统合作的消息，但是沟通的管道绝对是顺利。基层确实袂少人关心大清朝刷落来的动向。虽然大清朝表示初选了后就表达支持蔡总统，但是镇压不满进前初选民调，导致台北市长郭文哲，即摆看起来民调确实无公平。主席窦英台嘛为这件代志倾心悔失的。本人身为党的负责人，我主持中执会。未能洞察未来的发展，也没有办法在当时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我必须深感遗憾，我也必须向双方当事人以及台湾社会表达我负责任的歉意。窦英台表示，已经和双方当事人亲自说明，这礼拜嘛已经和大清朝会面，但是内容无方便透露。刷到来民进党9月28会举行全大会，嘛是创党33年的党庆，会中会通过社会党行世代共赢决议文，代表民进党壮大台湾的核心精神。9月29嘛响应替香港大游行活动，东港的由党主席率领党籍人员参加，做伙支持香港反对极权统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年度第2次的登记会今仔日开机，下晡也特别到爱情摩天轮的预定地进行市政考察。市长韩国瑜也亲身去说明，不过也有民进党的议员批评讲，所有点拢敢若停10分钟到20分钟，拢在讲伊的政策根本就是要让伊有表现的空间，唔是要来监督市政。搁在北基里看爱情摩天轮的有定地，高雄市长韩国瑜顶一遍到这是为着对外招商，即便是被议员接受市政考察，强调背基招商说明会了，有更加多国外厂商讲要投资。土该公司这边对于爱情摩天轮跟爱情产业已经转为积极合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对高雄未来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我们期待跟各方方面面的住在高雄的各单位都能维持良好的互动。市府经发局讲，土该公司已经登记摩天轮案6日港股招商，并予期待2月16到18日码头上侪厂商看假戏。若是招商顺利，预计明年4月签约。除了让议会知影爱情摩天轮招商的成果，考察也看商务到乡甲路边进行。不过每一个行程只敢停10到20分钟，而且拢是正面成绩。民进党议员认为国民党是做球给韩国瑜宣传。100%就是好像是议会做球给市府来秀他的这个所谓的亮点，所以这看起来就不是所谓的市政的考察的正规赛啦，就单纯就是秀场。最起码我碰到的都是我们议会考察，然后市政府的人陪同这样子。但是这次我们也很感谢市长，虽然这么忙，但是他还是亲自拨空来看看。国民党团强调，过去真少市长亲自来参加市政考察，应该加予伊鼓励。韩国瑜也坚持袂甲竞选的行程难做伙。媒体问了几多遍，竞选总部的国民团总调张宪进讲，若是让加分愿意做副手。韩国瑜讲，今仔日只敢谈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有进一个台湾民众党想要来拼立委的选举，不过即卖又风声讲有双家宝要来带头，也就是郭文哲甲郭台铭要来做伙加持选情。郭台铭的办公室也回应讲，细节搁爱讨论。台北市长郭文哲筹备民众党要伫2020来拼国会席次，不过因为烦恼郭文哲无参选总统，无法度提关选情，即马传出民众党成立选举纪策委员会，先规划双家宝，由郭文哲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伙专台辅选甲徛台。他们资助的或支持的这种候选人，我们还是会帮忙嘛。那倒过来，如果我们的候选人可以的话，郭董要来站台，我们当然是欢迎啊。感受进一步甲郭定亚的合作计划，郭文哲表示，有的部分随时拢伫改变，算是认定当时的管理。不过就看说报道，郭台铭退选了后，隔顿工就随找郭文哲幕僚撮票入来讨论，表示愿意支援竞选费用，而且佫愿意出借因的团队。不过郭定亚3届拒绝郭台铭的赞助。说你要资助钱就照政治现金的规定哦，该可以捐多少就捐多少。我们还是不希望说拿了很多钱，然后开始打那个昂贵的竞选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是不赞成的。面对过关合作的代志，郭台铭办公室回应讲，详细合作的方式该继续讨论，不过合作是一定的。若是郭文哲因为表示甲宋楚瑜的合作该看卖，结果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时文批评讲是无尊重。郭文哲敢若表示，无要紧的代志是坐干那山的，无搁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湾真侪学校拢伫咧响应欢送中，在文化大学有一群香港学生，昨暗伫学校外面的墙仔搭欢送中的海报甲标语，煞引起同一间学校的中国学生非常不满，毋但出手甲拆掉，佮甲其中一位香港查某学生救落来，双方虽发生冲突，警方也随赶到现场来处理。本台的中国学生爬起连接学校外墙的平台，将香港学生拄则搭起的欢送中海报甲标语拆落来。一名香港女学生嘛，和一名中国女学生救落来。你们要动手啊！你在干嘛？双方骂来骂去，中国学生无停止掠海报的动作，分针对24暗一直到25透早，一直到校安中心和警方来现场，才有甲停落来。黄蓝是证件，黑白是良知。那如果我们追究的点是在于说，有大陆的学生把我们香港的自己的朋友，把他弄受伤了，这一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校方对冲突感觉遗憾，但是郭大概强调讲，希望政治敏感性的议题莫入去校园。若是学生想要表达意见，会当照庭书申请。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校园就是求学的地方，以求学的部分为主。希望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仍然是我们不要带到校园中间。香港学生无申请就打海报，出手救人的中国学生要安怎处理？校方是表示，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会送中庭委员会讨论。因为开学了后，二手动画甲文化就连续发生香港学生、中国学生的冲突，也是无理性的言行。教育部长潘文忠头一天表示，不容允因为意见无同款，产生霸凌也是任何暴力的行为。责成我们各大学要加强教育不同的群体间能够来互动理解。彼此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也要来强化校园环境安全的巡查在咧确保学生的言论自由和人身无受侵害的前提之下，潘文忠强调，对违反相关规范的事件，大学一定要积极秉公处理，确保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会当在咧台湾的校园安心学习。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欢送中是小媒体由民间举行的第15届记者会，发起全世界伫9月28、29这2天，做伙来全球连线抗强极权行动。安上有42个社区会来响应。不过，香港法院伫咧下晡也审理45个人，其中有44个人被指控是暴动罪。为何会信念永不退后？伫最近欢送中抗争当中，常常响起原因讲回香港的歌声，再次改变日语、韩语和国语、台语等各大国的语言传唱。民间伫咧第15届记者会宣布，这个主题是全球反极权，号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台湾，包括欧美、亚洲和大洋洲等国家响应，伫咧28甲29做为游行，支持香港追求民主的决心。經過1個月嘅籌備，僅此正式宣布，超過19個國家、42個城市將會喺928、929嘅週末，呼應全球連線共抗極權嘅行動。主本活動有人將 China 中國改做是 China Z 赤落喙，捌用款赤落喙做號調，但是驚引起國際上的誤解，轉修正做自由對抗極權。中國11國慶70週年的進程，反送中抗爭不斷登場，民陣申請928暗時伫咧天馬公園集會，10月7日國慶下晡嘛申請無國慶只有國商的遊行，若是無摕到無反對通知書，會有另外一場9輛民間大閱兵遊行來接替。9月28日係雨傘運動928啦嘅5週年，香港沒有真正嘅普選，政治運動只會接連不斷，而且越滾越大。下晡，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次提審45個人審理728中西區發生的警民衝突，44個人被控告暴動罪，1個人加控襲警罪。45個人當中有15個人是學生，還有另外一對新婚翁仔某，強調講在咧一群人當中並無做啥，煞予人控告嚴重的暴動罪。最後裁判官認定證據無充足，撤銷這對翁仔某的宵禁令，以及另外3個人袂當離開香港的命令。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
这单就是胡仔水食伤济，才会对因这刺眉。台中检警当咧调查一桩台湾人伫中国被拍死案件，想袂到查到到底是伫咧南投国省有一个暴力的宗教团体，而且这个宗教团体平常时大家是大做伙，也叫一个适龄的查某人或者是性表，而且伊较袂着起骹动手共拍，对2岁到80外岁拢拍惨落，也因为这寡人拢伤过迷信，无人愿意甲代志讲出来，警方有影是真头疼。这个伫南投国省深山内内的道场真偏僻，平常时信徒拢大做伙。警方上门的时阵，公务员一开门就爱破门才有法度入去。47年厝姓林的女子，就是信徒所讲的圣庙，大家拢相信家己的身躯内面有歹物仔，都爱靠肉体的折磨才会当赶会走。所以只要违反生活公约，也是想要等去处理，往往会变成一体施暴的对象。他就是一整根把他那个缠起来，布缠起来这样子啊。检警对道场斗过19个人，发现因就算身躯顶伤痕累累，嘛是对姓林的负责人真相信。除了信徒，还有几位讲合作山寨的干部。这个宗教团体的暴力行为，会互人发现，主要是一位20外岁的女性干部对姓林的负责人去中国广西南宁推广道场，互人暴力拍死、接逼坑，遭所有的成员集体殴打，而且伤势都非常严重。目前除了已经死亡的这个被害人之外，这个我们发现被害人的年龄层，年纪最小的从2岁，最大的到80岁，男女都有。检警调查发现，这个以中华碧阳四季灵宝圣道会甲内政部登记的宗教组织，差不多伫民国97年成立。伫咧台湾有3个道场，大陆目前有2个。台湾的成员人数恐惊超过100多人，以参唱驱邪的方式，声信徒规个伙仔做伙来。警方破获了后，主嫌被收押。这个驱魔的一个理由啊，但是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应该以暴力方式来对待成员或对待一般的民众。警方指出，暴力行为已经牵涉到违法，依照违反组织犯罪条例、伤害秩序的罪以上，嘛呼吁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指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又搁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类的病例，也已经到了26例。新病例是真罕见的第3型病毒，感染者是住伫成大学校宿舍的博士生，不过因厝内的人是无出现这款的症头。台南市卫生单位也开始进行防治工作。替成大师生做疫情调查也抽血送检，到25日到1点为止，全校师生总共418人抽血。对象拢是最近2礼拜捌去过东南亚或者是疫区的人。防疫另外也去学校内面的学生宿舍甲教室做化学防治。主要是成大新增加一件本土型天狗的病例，也阁是罕见的第3型。这个个案呢，其实在9月21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烧、头痛，还有就是关节疼痛这样。那到了9月23凌晨的时候，因为症状没有改善，所以有去急诊，那就被通报那个疑似登革热。台南高总共有26例本土型病例，主要还是第2型的病毒，这边出现正罕见的第3型，而且这个个案活动的所在拢是宿舍甲学校安尼，所以防疫人员认为感染源有可能是境外学生带入来。所以扩大清查，甚至也有严重病例。是没有看到蚊子，可是有被叮这样子。我会擦防蚊液，对，然后就是尽量就是进房间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东西飞进来之类的。学校内有人着天狗热，学生的情绪并无受到影响，强调普通时就做防护。卫生单位提醒民众，天狗热交叉感染有可能有性命的危险。除了环境的卫生要做好以外，也建议着过病的民众，若过去看医生的时阵，来提早甲医生讲。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回扑已经在4月中来结束，不过对于这个台中青山港机场往回日本的航线，却阁伫咧宣传滑扑。台中市民进党团也质疑讲，台中市政府拢无伫咧注意。华县台中花圃彩绘回灵机对2015年启航了后，载客量已经达到32.3万人。2018年5月23开始的花圃基础，嘛提悬国际行销，不过花圃闭幕已经4个多月。台中市民进党团机关9月24对日本考察回来时阵，所发现回灵机面顶搁咧替台中世界花圃拍广告。
上了飞机的话，还在花博整个头巾都是我们的这个花博的这个意象的这个石虎的这个头巾，那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突兀。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了还在花博？备品的这一种东西把它放在这个已经过后的活动呢那么如果是要省，也不是这样子省法。议员质疑花博早就已经结束，会议记面连续搁咧拍广告，唔奈风顾会嘛无够专业，若是讲合约还未到期，嘛应该改做宣传台中灯会。对这个代志，台中市管理局指出，花博相关宣传的经费已经伫4月份结束了，小连续来结案，绝对无滥散用公费的问题。一些花博的行销宣传品因为当时前市府做的蛮多的啦，那要撤下的话呢，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华信航空可能基于他们的这个把台中当成是他们一个非常基地的缘故所以对台中特别的好，那愿意把这个彩绘机身多留几个月的时间。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花博彩绘回连机的机身花草，航空公司已经伫今年9月份甲伊换掉。毋过机舱内底即寡头巾、纸杯等等免洗的用品，因为环保甲爱惜物件的关系，并无特别要求活动结束了袂当搁使用。不离个即马出现争议，会提醒航空公司避免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讲，要对总统川普进行弹劾，也因为川普伫咧7月期间有甲乌克兰总统通电话，要求伊爱提供竞选对手，也就是拜登的后生伫乌克兰开公司的资料。不过，川普也否认这项指控。The actions taken to date by the president have seriously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president says, Article 2 says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佩洛西也讲，川普在7月25号的时阵，有甲乌克兰总统通过电话，要求伊来协助调查着对手拜登的后生。另外，在曾经做过乌克兰天然气公司董事的亨特，甚至暂停着对乌克兰军事援助4亿美金，这就是施压的手段。佩洛西也透露讲，有6位众议院委员当日对川普进行调查，川普也对外来公开伊甲总统的规划来进行伊的清白。讲到南韩的非洲地震也已经真严重了，到今已经有第5例。非洲地震确认了后，也发现讲，一个较往北边的所在，也就是较往北韩的所在，是发现讲北韩的疫情是失去了控制，也要求爱管控边境的要求。防疫人员重新甲出现地震疫情的市场伫遐抬起来。南韩这个月17号开始逼出头一个非洲地震病例了后，疫情就一直发展。24号才当确认了金浦市甲坡州市的第3甲第4例疫情了后，25号就确认第5例疫情，就伫接近北韩的江华郡。 확산 방지를 위해 어제 19시 30분부터 48시간 동안 경기 인천과 강원 지역의 돼지 농장, 도축장, 사료 공장, 출입 차량 등을 대상으로 일시 이동 중지 명령을 발령하였습니다. 因为北韩伫5月底逼出甲中国的边界地区流行非洲地震了后，即马南韩接近北韩的城市嘛陆续逼出地震，处理掉将近22000只猪。互外界质疑非洲地震有可能是为北韩来的，已经要求加强检查工课，嘛发布了全国禁止运送家畜的命令。另外，南韩嘛真侪届要求北韩联合来防疫，严格拢互拒绝。 即马透过民间的管道，发现北韩兵站北边的平安北道这边的猪，拢因为地震祸台了，怀疑北韩的地震疫情已经失控。 북한은 발병 돼지 살처분, 돈육 유통 전면 금지, 발병 지역 인원 이동 차단, 해외에서 수의 약품 소독제 도입 등의 조치를 취하고 있지만 7월 이후 여러 지역에서 지속 발병하고 있다고 보고한 바 있습니다. 除了两韩以外，日本国内嘛有地震拓开。日本关东地区的埼玉致富市嘛头一摆发现有野生的山猪感染到地震状况，除了加强消毒、甲调查感染的来源，猎捕周围的野生山猪来检查以外，目前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嘛委托各大药厂来增加生产地震预防车，投入去做预防车的防治活动。记者陈世栋报道。
那讲到Google 甲法国政府的争论，后面下面的欧洲法院24也公布判决，那准备甲找资料的连结甲结果甲附条的规范，敢若伫欧盟会员国内底有效，也就是讲在欧盟以外的所在 ，Google 是无替人暗砍资讯的义务。这场官司争论的焦点是伫咧所谓的被遗忘的权利，就是搜寻引领显示的结果。那是包括有关当事人的敏感资讯，搜寻引领的业者有义务用当事人的要求，把这款搜寻的结果删除掉。法国的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 CNIL 伫2005年命令 Google 就伫咧全世界所有搜寻结果网站执行被遗忘的权利，删除敏感资讯。Google 回应的方式是伫2006年启动，依照地理位置甲搜寻结果嵌起的功能。比如讲，伫咧法国某当事人所提出的要求 ，Google 伫咧法国的网站就会互搜寻者看袂到敏感的连结。不过 CNIL 无半记，罚 Google 新台币341万。Google 也不好上诉到欧洲法院。Lorsque l'exploitant d'un moteur de recherche fait droit à une demande de déréférencement en application de ces dispositions, il est tenu d'opérer ce déréférencement non pas sur l'ensemble des versions de son moteur, mais sur les versions de celui-ci correspondant à l'ensemble des États membres. 对执行面的角度来看，当 Google 侦测到使用者 IP 是来自欧盟会员，就要执行相关规定。不过，若是使用者用所谓的并墙来暗藏伊的身份，讲是来自欧洲以外的人，安尼就会造成执行上的困扰。另外一个层面是资讯透明加言论自由。Google 伫咧辩护时阵讲，若欧洲法院判法国政府胜诉，这个判例将会互独裁政权滥用，必须网络业者爱协助安抗违反人权的罪行。共款伫咧经营网络搜寻的微软加维基百科，也有主张维护新闻自由的各个民间团体，拢声援 Google。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就算是英国未来脱离欧盟，相关的规定伫咧短期内踮英国国内依然适用。就长期来讲，英国应该让家己制定相关的个人资讯保护规范，伫咧保护隐私加资讯自由之间取得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北京大兴机场自5正式开始使用，这个机场也开了800亿人民票，也讲到这个机场会当使用面部辨识来登记，自助行李托运，动工无到4年就来完成。不过，所有2万名机人要强制搬出，才有到起这个机场。也因为这款风声拢无虾米传出来，也无虾米媒体来报道。我宣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北京大兴机场是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国门，嘛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身推动的工程，计划含首都国际机场变成上中心，分担运输的压力。自5启用迄天，官方嘛宣布有7间航空公司派出民生机型参与首航。机场内面配备超过400台自助报道机和自助托运设备，覆盖率80%。一旦面辨识技术登记，无需要印登机证，各边排队的时间。我们在倡导一种全新的无纸化出行模式。中国空中的运输量这几年来大量增加，2017年就成长13%。大兴机场按算2025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大兴机场的面积相当于100座脚球场。伫要起进前，伫咧预定地，也就是北京南平差不多46公里较散热的所在，有11个庄仔头互人迁走，另外有24个因为噪音的问题必须要搬走，其中有人不愿意，但是嘛了解反抗根本无效。这2万多名居民，互人硬重新安搭的相关消息并无济。了后政府释出补贴的消息，每一个家庭会当得到15平的居住面积，以及每个月差不多台票9300，也是差不多台票470万的终身补偿。当看到新的机场启用，就起伫咧家己过去住过的所在。有人更加重视的是，辛苦起的厝互人拆掉，不再有田通种。这一切并袂遐尔简单，因为必须要放弃旧的生活，搁再想办法找到新的生存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党商会伫咧昨认定中共就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也要来追回过去中共所赚的钱77亿。今仔日下晡，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也提出证据，讲当初时伫咧主导中共土地交易买卖人是前总统李登辉加前国民党投管会主委刘泰英。甲卖仁爱路地堡土地时，有前总统李登辉甲前国民党投管会主委刘泰英两个人签名的证据提出来。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召开记者会来控告李登辉甲刘泰英共同背信，而且这支地堡土地交易的过程当中有违法的代志。你卖了中广的地保土地，为什么建商要捐给李登辉的台中院2亿9千万？东江路跟林森那个钱柜 KTV 那个楼哈，这2栋楼其实是当时是高买的。为什么高买？市场有一定的价钱，你为什么多付那么多钱给别人？既然党产条例是溯及既往，所以党产条例所应该追究的对象也应该溯及既往。他要告那就告，我不清楚他是要告什么。赵少康是安怎会有这么大的动作？是因为行政院不动产处理委员会认定中共公司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而且就定77亿的价金。不过，赵少康认为，当初是干那买中共媒体部分，并无交涉到资产的部分。仁爱路中共总部土地买卖是由李登辉、刘泰英两个人来处理的，用88亿真乱的介绍卖给国民党子公司中投公司，所落来中投则个用90亿的介绍卖给宏泰集团的丰盛建设公司。而且土地买卖得到的利润当中，有2.9亿去用关起刘泰英担任议长，李登辉是荣誉董事长的大总医。伊这期虽然小民无看到国民党对中共来提钱，不过是偷刷钱，是损害中共的权益。一些细节方面、各方面已经年代太久远了。我们党主席都换了这么多任，财产都已经经过马英九的时代，已经做信托了。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要追到信托之前那么多年的一笔交易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去问当事者。国民党是回击，目前拄到总统大选，党商会伫咧这时间，甲中共列做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而且来做定价金。将规划党商会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互赵少康有顾虑，怎来消灭所有反对蔡政府的声音，确定民进党会当搁一届来连任。对这个代志，国民党表示真正是看袂起这种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前，立委陈明文伫高铁顶头碰见有第300万的卡棒，外界也质疑讲，这钱是对倒来的，敢有依法伫咧洗钱呢？在今仔日，立法院财委会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报告。高铁董事长江耀宗也上台报告，伊强调讲，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无上新的进度，也随引起南亚热烈不满。立委陈明文前一阵仔伫咧高铁碰见300万的现金，引起各界关注，各互人质疑涉嫌洗钱。早起立法院财委会安排相关部会进行报告，但是高铁董事长江耀宗上台时阵，伊这个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程序，无新的进度通报告，引起南亚立委真生气，宣布休困10分钟，要求江耀宗袂当落台，必须要传好资料定报告。基于侦查不公开及旅客隐私。什么侦查不公开的问题？说清楚，不说清楚就给我站着。江耀宗表示，9月3中昼12点10分左右，列车驶到南港站，外包的清洁人员去车顶摒扫，捡到一卡登机箱，发现是现金，送去派出所清点。12点40分，有失主打电话来协询，伫咧进行相关的程序了后，登记入库，就由失主来领。江耀宗承认讲，暂务人员迄天捡到300万的行李箱了后，并无报案处理。你会发有人带着300万的现金搭高铁，忘了带回去，事后也没有报案，这是正常的现象吗？遗失物的内容不是危险物品，就没有报案的事。这件300万威胁案嘛，互外界质疑钱是对倒位来的。若是对银行领出300万，陈明文嘛无依照规定通报。根据媒体报道，法务部处长蔡碧中伫咧第一时间表示，真侪人规避通报，嘛引起护航的批评。这是谁说的？没有任何的事证，那么就来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我们的社会这样好吗？蔡碧中强调，针对这个事件，到今拢无接受任何平面，也是电子媒体采访。若是家己做文章，以无根据的事实来质询，是浪费大家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中照政策也变作是明年总统大选真热的话题。立法院卫权委员会透早也针对着中照2.0的困境进行报告。朝野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要立委来质疑讲，这个中照服务人员可能无够，而且中照的财源一定明年比今年更加增加，建议爱用保险制。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会针对财务来进行规划和检讨。卫福部伫咧到江内3度释出长照的力度，包括宣布哮喘服务的核定放令，评估外劳照顾重度适龄者，卖当申请上济21天规工的哮喘服务，有17万9千人受惠。上紧这礼拜公告实施，按过煞互在野党立委质疑，其后援的人力恐惊无够，根本是为着选举政策买票。你一喊说你要增加17.9万，请问你现在照服人力，你要增加多少人来服务？你连估算都没有估算就可以喊出来？我们现在推了这么多的新的政策，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去提供服务。那我想这显然是很大的矛盾嘛。另外，有立委也批评，现主时的长照税收制有问题，长照基金包括遗产政务税、分税分管等等，但是超高龄社会就接下来，长照的财源一定会增加，建议改做保险制，才会当有效发展。而且财政部报告嘛指出，建请卫福部研究长照保险制的可行性。问起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呀，因为这个东西才是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个机会税。根据现有的财源，我们当然做一个最适当的分配跟运用。那当然，财政部如果在法上面有需要相关检讨的，那我们会来检讨改进。但是中强调，现主时长照的财源拢经过适当的运用甲分配。今年到8月底为止，长照基金收入是253亿，搁再加上过去基金所存的部分，财源并无不足的情形。针对财政部的建议，会进行利弊分析。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直接使用的充电线甲耳机，也因为塑胶材质有 PVC， 有团体指出讲，若是直接使用会去绑着塑化剂，若是直接听到焚化炉去烧，烧出来物件可能会致癌。市面上卖充电线甲耳机品牌是真侪种，不过不管是大小牌，拢有可能使用 PVC 聚氯乙烯对环境无友善。看守台湾协会检测74个充电线品牌出现卤素反应，其中外层包的测到占85%，内部绝缘层有37%。另外42个耳机品牌当中，29%测到包括 Sony 甲 Panasonic 等大厂牌，显示是 PVC 材质的可能性加悬。PVC 本身会添加塑化剂，很容易溶出来，这样子，这是对我们的影响。那在废弃的时候，如果是当做一般垃圾，那在焚化厂燃烧会有带药性，那就是造成空气污染。看守台湾是以贝尔斯坦试验方式，用烧红的铜线接触塑胶材质，佮放火烧，若出现青色，就表示有卤素成分，9成几率是 PVC。款团呼吁 PVC 的管仔透过提悬回收程度处理费率成功减量，环保署应该针对 PVC 线材做小项的管理。环保署把这些肉劣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充电线材，还有耳机，纳入公告应回收，然后针对有使用 PVC 材质的这些电子产品呢，调高它的回收进出处理费率。看守台湾指出，一寡厂商表示摕到欧明或者是碰过 MFI 的认证，但虽然是安尼，嘛是验出线材有卤素反应。目前已经有更较环境友善的替代材质 TPE， 希望业者改用量早来替换 PVC。记者林文曾志成台北报道。在市面上的红婴仔面层，因为无强制爱检检，最近消保处甲票检局也调查市面上12项的商品，想袂到竟然有11件就无来符合规定。恐龙太大的话，深度如果大于1公分的话，就有夹伤的疑虑。检测员摕检测的工具测红婴仔床的空芳，发现大部分市面上在卖红婴仔床品质检测无下规定，床帮的空芳门喙无下国家标准，幼婴恐惊有夹到伤，也是夹到头的风险真悬。就小朋友手会不会伸进那个洞里面拔不出来？整只手伸进去的时候整只手拔不出来，整个手掌、脚掌摆进去拔不出来，变成捕婴床，那捕兽器一样。
消保处和标准检验局合作，随机抽验市面上在卖的红烟床，发现12件当中，有11件品质无合规定，无合格率要挖到成字，其中幼烟有夹到伤，也是夹到头的风险，有10件无合格上侪。床珠啊大细5件无合格，较会变的有2件，另外会烧的速度无合格是有1件，而且价效阁无俗，超过4-5千块。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明年开始，将幼烟的红烟床列做是强制检验项目，保障幼烟的安全。像这个中心部的话，它容易就是会倾倒翻覆。辅导它下架嘛，如果说它不回收下架改善的话，我们是依照消保法第58条，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商品标示的部分毛9件不合格，包括制作厂商资讯标示了无齐全，也是无依照规定标示经过标示等等。消保官表示，已经要求不合格业者落计回收改善，因为目前市面上在卖红烟床并不是强制检验的项目，发现无合格率真悬。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10月办理业者说明会，按算明年7-8月就会要求强制检验，到时阵只要认明商品检验标章，就会当判定是不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最老师的，就亲像石磨新捐款。教育部伫咧教师节进前举办了108年书读奖，颁发予这为着教育奉献甲资深的优良教师。在今年有72位得奖者，其中也有越南华侨老师，也有长期辅导学生的教官。全台湾300多个得奖的老师，伫中山楼做伙接受表扬，这是政府部门对老师上悬的肯定。比林雅布是全台湾第一间民族实验小学，宝马小学的校长，用泰雅做知识核心，把文化传承落去。他变得非常喜欢来学校，而且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非常大的一个认同哦。那更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在他的基本能力的部分，他有非常显著的进步。囡仔改变，豆豆介意去读册，校长感觉真欢喜。越南华侨杨小梅9岁时阵，规家伙仔搬转来台湾住，24年的教职全中辅导，面对新住民的囡仔，家己的经验就是上好的教材。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比我还要厉害，为什么？第一个，我9岁才学注音符号，然后你们呢，在台湾里面从小一出生就会讲，然后小梅主任。我不会的东西，你们都慢慢都比我优势了。可是呢，不要放弃。民雄高工的教官苏碧芳，这侪年以来接触辅导真侪做唔着代志的囡仔，伊讲会当帮助这寡囡仔是加一个算一个。大部分的事件拢是在学习，学生就是伊的老师。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当教官，我没有那么远大的抱负啦，我只是希望可以安稳度日而已，这是实话。可是后来我发觉，就跟这些孩子交流的时候，我发觉，我可以为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带给他们一点帮助。今年的表扬，蔡英文总统甲苏贞昌院长拢有来甲老师恭喜，而且苏贞昌院长佫经历制度下2届，伊嘛有讲到政府重视教育，台湾若要继续进步，也佫需要老师斗牵成。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叶奕真，将因爸母原价声音录落来，甲同学做伙来创作影片，也号做日记。也在今年得到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短片影展的第1奖。甲生活当中，爸母原价声音录落来，佮配合查某囡仔伫生日即天，写讲家庭真和乐的日记影像。透过这款的影片创作，公开看起来真美满的家庭，所充满冲突的现实生活。和这支影片得到今年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短片影展的第1奖。知道获奖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就是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自己可以就是在之中凸显出来，成为第1名，我自己也蛮压抑的。对，然后也觉得很高兴，这部影片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这段影片是读分科大视觉传播系学生叶奕真，甲其他另外3个同学共同创作的。伊讲读高中的时阵，因为爸母冤家，迄当阵敢若是想要甲声录落来，甲因朋友分享伊心内的感受，想要到即马煞意外变做影片的素材。刚好有这个比赛，那我也希望可以用家暴这个题材去做我的影片创作。不太能够冷静的去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借由这样子的创作，间接让他们看到。
叶日珍表示，这支影片是用手机摄影完成的，在世界各国600多支影片内底得奖，嘛，互更较侪人看到这个影片。落尾，伊妈妈知影了后，嘛有支持伊的影片创作。毋过，伊上希望的是有经过家庭暴力的人，会当快快乐乐来过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行行出状元，拍电动会用得到世界冠军。台南远东科技大学有成立全台湾头一间有电竞科系，也有组一队伫咧培养选手，在今日暗时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因的青春美梦。台湾即马参加电竞产业的人愈来愈少年，参加的人也愈来愈多。远东科技大学就成立校队远大英，提供学生一个表现的平台。阮成立这个校队是为了帮助这个同学去达成伊的梦想，但是学校的占据就无够遐重要啦。电竞毋但是拍电动，游戏选手的职业生涯真短，为了要真侪专业的选手，每一个有电竞梦的人，拢开真侪时间甲精力，就是为了要达到家己的梦想甲目标。是，虽然我们平常看起来像在玩，但其实我们是很认真在练习。我们输了，或是成绩不好，我们都会感到挫折啊。其实跟体育选手不会有差别不大。除了游戏战队，学校运用高科技的设备，结合团部设计顶产业，成立直播队加 VR 队。较比一般较无共是，咱需要爱有大众传播的知识，爱知影讲要操作迄导播机、摄影机啊，节目的迄企划要哪做，算是蛮丰富的角色设定。不只单是算游戏尔，就像阮阁有就像像种化学教材，阁有迄种医疗教材。然后因为就像迄种高危险性的，会使就是用你这个 VR 顶面，互你就是互你安尼练习。伫咧台湾，只有选手摕冠军，大家才会注意即款台湾之光。不过，电竞产业甲其他产业同款，拢需要开正长的时间来培养人才。流行的产业不要有正侪发展的可能，要更加侪路、更加侪机会，互少年人来竞。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自由路顶昌河李家是屏东万丹第一好业李仲基家族的厝体，也因为建筑真有特色，今年也得到文化部的补助，打算要甲旧厝来翻新，保存一个珍贵的文化资产。所以他用一个光滑面跟一个粗糙面，就把这个建筑的那个刚柔。就把它衬托出来。顶昌河李家是日本时代台湾南部的大好业人李仲基的厝体，伫1924年到1932年间起造，到今已经正100栋啊。李家旧厝主要是欧洲风格三层楼，是李家的第3代李明德先生为着伊心爱的查某囝起的。按厝体的设计甲装塔，会当看到苏东时建筑技术的多元甲进步。日治时期的一些建筑就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可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它以这个日本的建筑为特色的一些空间，或者我们称为所谓的建筑的语汇，都相当的丰富。为了要互后辈更加了解顶昌河李家的历史文化，文化部需有旧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李家旧厝过翻。李家第6代嘛成立顶昌河文化协会，望透过旧厝的再生，互更较侪人认捌屏东早期的文化历史甲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复原这个李家。伫屏东自由路的顶昌河李家，毋但见证一个家族的兴旺，嘛记录当时的屏东社会。旧厝按说年尾开始过翻，每年年尾就通完工。未来伫遮嘛会规划开咖啡厅、办艺文展览，望顶昌河李家旧厝成做屏东艺文活动的新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岛本画家谢小龙在今年推出全新的创作《碧女图》，用笑诼的方式来描写现代查某人的日常生活。咱也做伙来看。一手抓囡仔，另外一手摕皮包啊，这是真侪做妈妈的人的日常生活。搁有爱囡仔拖行李，也是煮菜的画面。其实对真侪人来讲，一点仔拢无青分。图文画家谢小龙用笑诼的方式，甲趣味的图文解说，画出当代女子真侪无共款的形。
女人都有各自的美，并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别人的目光，就会觉得我觉得是做自己是最好的。那其实你看她整个穿着打扮是一个很符合社会的一个职业妇女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在外面要很在乎自己的外表外在，然后跟自己的专业感，但是回到家呢，我们又是马上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毋但是独生女子的自主独立，少年女子的美丽，还有伫厝内底摕衬拖拍家纸，一点仔拢袂惊的画面。谢小浪画出真有生活性的图文创作，佮画出各种女性伫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甲应对。这些图文创作，如果有一点点的能够对你自己产生共鸣，那我就觉得这些画作它其实有勾到你某一些部分的感觉跟回忆。就是把当代女子的100貌呈现出来，就是说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关心一下妇女，也可以让妇女自己来关心一下自己。为着让更加侪人透过这图文创作识识女性，台中市社会局邀请谢小浪举办巡回个展，希望透过展览引发女性的认同，嘛会当让更加侪人对妇女有进一步的了解甲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位于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位于22度到34度，南部地区位于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位于22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位于23度到3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该世界看看行行咧，我是嘉豪，马仔讲的时间，咱再会。